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一个族群是安怎无去的？这个问题应该答案有百种，内底嘛一定有暴力的存在。我最近在看麻豆的历史介绍，为内面会当看到过去台湾一个真大的原住民族群，因安怎渐渐无去。这个过程毋但有足侪暴力，也佫有无同款的因素。这400-500年来，麻豆是安怎变化的？原本的麻豆社是安怎无去的？是今日我要讲的故事。过去我若毋是历史课拢无好好啊上，就是历史读课的拢幸好老师去啊。最近咧看林玉如老师伊新册介绍，才佫意识到麻豆这个我嘛真熟悉的所在，伫400-500年前是外海的港口。即摆麻豆离海边啊是足远的啊，真歹去想讲过去有一段真长的时间。这个所在是一个港口，若是安尼，即摆人是佫安怎发现麻豆过去是一个港口的？伫1956年的时阵，伫水窟头就挖出足侪历史的文物，有石车，有灰仔。毋过迄当阵，大家干那去摇讲，这个物件是安怎来的，也毋知影伊的历史。伫即摆麻豆古港文化园区会当看到三合图结构的遗迹。这个三合的意思是讲蚵仔壳用做糊，佮淋糯米水、淋糖水，悄悄的落做建材。有文史的工作者因讲，这就是过去讲的红毛土，因为是荷兰人教的，所以号做红毛。无论这个三合图是安怎来的，这个建材真勇，所以迄当阵看到这个遗迹已经真久啊。伊的形看起来像一个粗粗的水流啊，总长都要到10公尺。真侪人去摇讲，迄当阵这个物件、这个设备是要创啥的？有人摇讲这是真古早的梦，有人摇讲这是水利设备，像水沟啊。一直到2002年，台南县政府请中央研究院的教授去调查，尾啊才确定这原来是古早港口的设备。为迄当阵起，有关麻豆历史的研究真侪。我今日主要要来介绍林玉如老师甲詹品昌老师因的研究。因一个是讲伫荷兰统治的时代的麻豆港。另外一个是咧介绍大清时代真侪移民来到这个所在，刷落来发展。麻豆社为一个迄当阵是上强上有力、人数足侪的原住民部落，变做是尾啊原住民甲汉人大做伙的聚落。麻豆社甲目加流湾社、萧人社、新港社是西拉雅族的4大社，拢伫附近。内底人数上侪、武力上好的，就是麻豆社。伫3-4千年进前，麻豆、嘉义、善化这附近是互海水饮着的所在。古早号做倒风落海，船啊是开会起来，所以有港。这个所在伫15世纪的时阵，海顶生理人、掠鱼的渔民甲强盗拢真侪时，就已经是做贸易的中心。麻豆社的人因摕鹿仔皮、鹿仔肉、掠鱼、甲藤，甲这的汉人也是日本人换一寡杂货，像布、盐、鼎话啊、灰啊这的物件。荷兰人来的时阵，这的贸易出现不止啊大的变化，因为荷兰人嘛想要管这遮进出口的资源。荷兰人入来时，甲台湾的原住民有袂少冲突。毋过麻豆社因为是足大社，所以初期的时无啥受到影响。
希拉雅的四大社，伊原本嘛毋是真团结，较少人的新港社定定去互欺负，因就甲荷兰人的关系较好，因为接受荷兰人传教，因嘛得到较侪资源，甚至荷兰人佮甲因写新港文，嘛因为安尼，原本甲新港社关系无啥好的麻豆社，就因为无愿意互荷兰人占去的土地愈来愈侪，所以毋若去攻击荷兰人，嘛攻击新港社的人。伫1629年的时阵，就发生麻豆社事件，嘛叫做麻豆溪事件，就是麻豆社的人趁荷兰人要过河的时阵去攻击因。即摆死52个荷兰的兵仔，因拍死这个荷兰人，互别个反社嘛认为讲，原来这个荷兰人毋是遐尼厉害，就开始反抗。目加流原社的人，佮去向荷兰人示威。所以荷兰人为着要展现出因有实名的能力，就为别个所在佮调来较侪兵仔，毋若收复这个麻豆社人，嘛互所有的原住民拢投降。1635年，荷兰人就开始全面管理这个所在。荷兰人毋若积极管理，伊特别佮去找汉人来台湾开垦，互因的实民的利益当增加较紧的。毋过，因嘛有规定，土地所有权也是爱互原住民。因也是会防即个汉人去妨害着荷兰甲原住民的关系，惊这个汉人去叫原住民都爱来反抗，所以因会尽量互这新的移民莫去影响着原住民的反社。另外，汉人甲原住民因嘛会起冲突，因要管理嘛较麻烦。佮加上，这个汉人来开垦，毋过真够走水，所以因用的是隔离的政策，避免这个问题。所以麻豆社人迄当阵也无啥受到汉人的影响，比起来，因也是有因在地人领导的地位。迄时的原住民也咧掠鹿仔，为着要得到这个资源。荷兰人毋是家己去管理这个原住民甲因的买卖，伊是用白社扣税的方法。白就是拍的台语发音，拍伫荷兰语是合约的意思，甲无共的反社标互别个生理人去经营。因一当签一本合约，标着的人就会当独占规个反社的生理往来。迄当阵会去标的。有荷兰人，嘛有汉人，因得到的利益一部分则去交互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。毋若要掠鹿仔、做鹿仔皮生理的人，会当用白的；要掠鱼的嘛有像白溪、白海这种制度。这个白社的制度一直留到大清时代，拢也阁有。荷兰人为着要有人去开垦。嘛捌甲麻豆社附近的土地租互汉人去种植，真正用这个方法租出去的地无偌济，因为麻豆社的人嘛无愿意甲家己的地租互别人去做。毋过，这个制度确实互麻豆社边仔的一寡土地变做有汉人这移民伫种植。伫荷兰统治时代，这个隔离政策甲伊土地制度。互麻豆社的人也阁有因的权势，因甲汉人咧做生意的过程嘛加减有受到影响，所以嘛会晓种甘蔗，开始种会当染色的大蓝这款经济作物。原住民嘛会晓一寡汉移民因原本就会晓的种植的技术。地成功来了，伊甲荷兰人相共，嘛惊讲因无共族群伤接触。会有足侪冲突，较歹管理，所以伊也是维持新来的移民，甲已经住伫当地的原住民，也是佮较早来的汉人是完全隔离的。毋过渐渐到大清时代，因为会当掠到的鹿仔已经大量减少，伫反社边仔为大清国来的移民是愈来愈侪，佮加上伫大清国的时，因足需要这个原住民去替因烧钱支援因的军队。
所以就算原本有袂少人佮真富裕的麻豆社，嘛渐渐无人通种植。迄当阵麻豆因为抑阁有真侪资源，所以大清国的兵啊嘛拢派来伫即个所在，即互搬来遮的汉移民是愈来愈侪。除了土地以外，遮个官员甲生理人嘛发现，伫港口附近若起鱼塭来饲鱼啊、饲虾啊、饲鹅啊，应该是足好趁的。之前我捌伫节目内底讲过，用鱼塭来饲沙巴鱼的技术是荷兰人为印尼载过来的。后来这个技术发展是愈来愈好，会当饲的海产就愈来愈侪。毋过到底谁会当去港口边也是海边啊饲鱼啊、饲虾啊，这嘛引起袂少冲突。无论是土地开垦，也是饲鱼，伫台南麻豆附近的发展，甲台湾别个所在无啥相共。因为别个所在拢是袂少汉人来的时阵，就开垦真大片土地。毋过伫麻豆是一撮仔一撮仔开始的，而且迄当阵是足侪新的移民甲原住民因做伙来经营。历史学家讲，这是因为麻豆社的人足早就开始咧做贸易、做生意，足早就甲外国人咧接触，后来佮受到荷兰人的统治，所以因对家己的权益其实是较了解，嘛较知影要安怎甲遮的汉移民交叉。后来麻豆港的水豆豆啊无去，因为伊会积沙，遮的鱼塭就渐渐拢去互填起来，船啊开袂起来，也嘛无法度佮饲鱼。这造成有的人就爱搬去别个所在，也嘛有人看到新的会当开垦的土地，所以汉移民就开始种菱角、土豆、番薯，较毋惊盐，佮适合种伫沙土内底的农作物。另外是移民的人数也是继续在增加，麻豆社的人是愈来愈少，所以汉人开始有机会伫原本麻豆社伊原来的所在去发展。麻豆社伊原本即块所在是地势较悬，较袂去淹着水，毋过土地是真肥，真适合种植。无麻豆港了，麻豆社的所在煞有愈来愈侪的汉人在聚集，因为即个所在要种植真好。迄当阵种槟榔价销是个足好的，所以渐渐就愈来愈闹热，有市价出现啊。伫麻豆原本有袂少青仔体，就是有徛家、有果子园，佮会种槟榔来做土地分界，所以变成是麻豆的店面、市家、甲主体、甲果子园，拢总是做伙伫市区咧发展。这伫台湾是真特殊的方式。后来大清的移民就以麻豆街做中心，设一个麻豆堡。伊附近从专门客嘛开始有人去开垦。麻豆继续是真侪人住伫遐，嘛足闹热。毋过是为麻豆社变做是大清移民的天下。为迄时开始，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嘛拢受到遮移民的影响。有人开始信汉人因的宗教信仰。也嘛有人怎改姓姓陈，因嘛拢继续住伫麻豆这个所在。当然这是400-500年的历史，伫短短10多分钟，我简单讲过去的一寡政治甲人口地理的变化、冲突甲暴力到底有偌济，大家会当家己想，我就无特别讲啊。这段历史对想要保存传统文化甲保护家己族群的人，应该有真侪启示，可能大家听听的得到的启示嘛无啥相共。无论安怎，语言文化的保存甲无共族群的交流，是一个真趣味嘛真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。后礼拜开始会有新的节目内容，到底是啥物？我也在准备要安怎介绍，请大家后礼拜会记得继续收听台湾人台湾事。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看法甲想法，欢迎写批也是台面册甲大家分享。
嘛请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言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赞助的连结。就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